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單元3呢個時間呢個階段啦。而單元3呢，係我自己希望能夠透過唔同嘅方式向大家介紹同埋進入到去呢一個身心靈全人康復呢一個嘅主題當中。我叫話靈身心，靈心髓同埋身體嘅全人康復。開始單元3嘅時候呢，喺呢個引子當中呢一集裏邊，先向大家介紹我嘅心路歷程，係用兩首詩嚟去介紹。呢首係我自己喺大約5年前所寫嘅一首新詩，而另外呢一首就係近1年裏邊所寫嘅格律詩，或者叫近體詩。當中呢係我自己寫出兩種書法，而家一位中學同學好好啦，嘅紐約張家傑同學為我寫出嘅，希望大家喜歡同埋當中感受到我嘅心路係點樣盡情喺當中作為一個引子。多謝大家，希望你哋一齊欣賞。